呢個時候，梁老師到你派人啦噃。我哋嘅好朋友馮博，壓軸嘅冠軍，你得㗎，靠你啊！今晚嚟冠軍啦！佔埋你正講冠軍之氣先，好啊！咁多位加油！最佳損友其實喺改編之前咧，佢係比較偏向 Canon Pop， 即係廣東話嘅流行歌嘅編式嘅方法啦。咁而家改編咗之後，其實係有啲英式嘅迷幻喺入邊。開頭比較上半句咧比較叫做靜啲啦，咁後半句咧個氣氛就係比較重翻啲啦，就有少少一種史詩式嘅搖滾啊。每個邂逅一起走到了。改編之後，對於我嘅難度就在於，因為梁老師想我用一把似我以往嘅發聲嘅位置去發聲，即係佢想我用一把比較成熟、比較穩重嘅聲去唱，所以呢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咧。一個歌手嚟講最興奮就係有一件新嘅衫俾我着，咁我希望今次可以着得好好睇睇，亦都將佢演繹得好好聽聽。事事其實還有朋友，你試過將我營救？朋友，你試過把我批鬥？無法再與你交心聯手。最佳損友，從前共你捉10把酒傾通宵都不夠，我有痛快過你有沒有？很多東西今生只可給你保守至到永久，別人如何明白透？實實在在踏入過我宇宙，即使走到了某個路口，命運決定了以後再沒法聚頭，但說過去卻那樣厚。問我有沒有，確實也沒有，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麼大仇，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？不知你是我敵友，已沒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真的某某。生死之交當天不知罕有，到你變節了，自覺未夠。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，想要再次喝酒，多喜好到成熟透。但是命運入邊每個邂逅，即使走到了某個路口，命運決定了以後再沒法聚頭，但說過去卻那樣厚。問我有沒有，確實也沒有，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麼大仇，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？不知你是我敵友，已沒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真的某某，早知解散後各自有，際遇作導遊，其就其在接受了，各自有路走，卻沒人像你讓我眼淚背着流，嚴重似情侶。
確實也沒有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麼大仇，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？不知你又有沒有掛念這舊友，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，無緣陌生的是昨日最真的某某，總好於那日我沒有遇過某某。多謝 ，thank you。感恩之夜揀呢首歌嘅用意係乜嘢？其實我想送俾我好朋友，劉俊偉先生，即係大家所認識嘅波總。因為大家可能知道我其實係參加咪王之前，我係喺加拿大讀書嘅。咁我喺廣州其實係冇乜屋企人嘅，即係我屋企人全部喺加拿大，所以好多時候過年過節或者大家出去玩嘅節日啦，咩節日都好，其實我係自己一個人過嘅。咁通常喺呢啲節日入邊，劉俊偉先生啦，即係阿威啦，即係波總啦，佢就會義不容辭咁將我帶翻佢屋企，即係當我係佢親細佬咁，同佢屋企人一齊食過年飯啊！喂，就係齋食飯咧，嗰種感情可能未必建立得好深。有冇啲咩特殊嘅例子，令到你哋突然間感情突飛猛進，從朋友變成咗兄弟咁樣？有啊，有一次佢救翻我條命啊，可以咁講。哇！真係佢救翻我條命，即係有一次我可能食物中毒，我去睇咗醫生，醫生話你冇咩嘅，你食下藥得㗎啦。但係終於捱到夜晚嗰陣，我發覺真係捱唔住，因為我翻屋企繼續喪嘔，之後我就打俾阿波總啦。之後就話波總，我而家好唔掂喎，咁應該食啲咩藥好咧？佢話唔好啦，我而家即刻嚟。我捱到佢嚟到見到佢嘅嗰一刻，我就暈咗啦。咁暈咗之後，暈咗之後嘅事你唔知，阿波總知。阿波總，我哋請阿波總上嚟講下暈咗之後發生咩事。波總，嚟！原文再續書接下一回啦。佢當時住嘅對面就喺醫院。哦，我喺佢屋企嘅對面，因為佢係租屋住嘅。咁我嗱聲我就諗住抱佢，跟住佢重量有限啦嚇，唔似啱先第一位歌手咁樣係咪先？第一位歌手好多人爭住咩嘅，你冇份嘅。講笑，咁我諗住抱起佢，但係發覺係抱唔起，其實都好重，咁我諗咪拖啊。拖出門口先，冇理由嘅。係啊，但係拖兩下發覺都唔得。喂，但係有問題啦，好彩你係即係拖兩下唔得啫，唔係一個落樓梯嗰下呢度揼下。可能因為咁樣嘅，可能已經冇咗命。講咧，佢暈低，我唔知佢咩事㗎嘛，唔可以拖㗎嘛，因為有常識，所以我最尾都係抱住。係去到醫院，跟住量血壓，醫生話離遲少少佢就會陷入休克，佢就有生命危險啦。哦，你救完佢之後，佢有啲咩報答俾你？俾翻啲醫藥費我，好彩醫翻咧，就冇嘥到啲藥費。好彩醫翻啫。係。咁所以啱啱其實佢係用呢一首歌，最佳損友係屬咪住朋友，點解佢係損友咧？都係咁唱嘅啫，但係我覺得佢係我喺廣州入邊一個好嘅好兄弟。即係我哋就一般嘅。唔係，你哋都係好好嘅。我冇同你去食飯。佢有，假期都有，假期都有。我屋企樓下嗰間大排檔隨大赤辣打雞煲，假期都有。你自己諗清諗楚。有啊。喺嗰個風雨交加嘅夜晚 ，friend， 我祝你好運。好多謝波總，多謝。thank you。但係呢一種情誼好難得嘅。我終於明白。你喺個台平時碌地啊爬喺邊度嚟嘅？係，我覺得係真係嗰次大難不死，跟住你嘅颱風就得以更上一層樓。其實睇到你每一集慢慢咁進步嘅。我記得上一集黃老師都講過，其實再掹走多少少喊腔就好啦。去揾多啲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嗰啲位。就會豐富啲咯，我覺得。好，係啦，即係阿 Sherman 都有講過嗰幾點係佢有啲少少呢啲問題嘅，即係少習慣嘅。不過佢好聰明嘅，練嗰時候咧，佢唱嗰時候佢有一種感覺嘅。咁我話喂，你啲感覺咧可以再變一變啊，即係可以成熟啲嘅，因為今次係咁樣之嘢，唱歌咧好似做戲咁樣嘅，你要上身啊，要變個第二個角色嘅。咁佢好快轉到呢樣嘢，所以今日呢個表演咧，其實我覺得係佢做到嗰樣嘢咯，交到貨咯。多謝，星航哥。聽完之後咩聽後感啊？我都知你想通過呢張凳咧就改變一啲嘢啊，咁啊特別俾人講得多，就喐得太多，就想撳住下。但係我覺得你坐喺張凳度依然，其實我睇落去嘅感覺就係而家你起翻身，即係
限制得自己好緊要，即係覺得。我又唔同意你嘅講法喎。你咪即管唔同意咯。因為點解咧？其實真係阿博咧，佢係啱嘅，因為佢真係個隻身好似有蟻咁，你知唔知啊？佢企唔定，坐唔定嘅，佢揾張凳去箍住自己，起碼呢個係一個開始。唔係坐唔好啊，而係你坐得喺度就真係有個坐樣啊。咁如果你冇個坐樣，即係未有嗰種氛圍嘅話，我寧願你唔坐，即係嗰種意思。好。明白，繼續努力，好，前途無可限量。多謝你，嘉琪。我屋企就冇飯食嘅，得白灼嘅啫。有，你食。歡迎，如果唔介意嚟我屋企，淨係食白灼雞胸肉啦。多謝你 ，thank you，多謝大家，多謝。